咱不要形容那个水，哎，那是基本上，咱今仔日呢，若真要对真理有了解，无心的人讲讲啊，无心的人烦恼，有心的人烦恼，换久算换久，有心的人烦恼，有心的人烦恼了一家，到人来讲，你烦恼了一家啦，烦恼会解决代志是毋是？所以咱。再无了解，所以呢，那伊智慧呢，发出烦恼呢，这是上自信的人呢。听了后，你也了解真理，人理是修三个的过程。书中来讲啊，三个的过程，除了真理的过程，哪个的过程？伊讲这个点文书我互恁做，这个点文书我好，这个教书我好讲，这个反面过程，这个讲情我好，这个反面。咱家己靠咱家己，你袂晓讲错。以人武力，咱先讲个人生活不足，爱自己敬业。就经就甲咱讲啊，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。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，天下健健。咱人呢，这条道就是这条天的道啊，道就是天。三位成健啊，三位成一个卦，就是健健。干哥话咱来做事，就是咱的心，让咱本身话咱来做事。伊讲你若有烦恼，有智慧，让咱破除，这是自性的境界，自性的境界。这是亲像飙车、甲落车，少这个机来互你了解，因为咱无上咱看。本来为了互咱看相，也少这个相互咱看。上智大经，实不如是。若是真正上智慧、大经济的人，袂着伫真摇车落车来，袂着伫真自性的境界。你嘛是讲你嘛是，你就会成。只要你先快开这大爱点起来。拢是像，通通都是一样，通通都是一样。天命之为性，出性之为道，修道之为教，无分赞助，无分赞助。大学之道，在明廉洁，在亲民，在智慧之上，无分贫贱。咱来了解，无分贫贱。无讲什么人，我都拢明廉洁、亲民、智慧之上呀，无讲。其他就是讲众生的总体，众生的总体拢是安，大家了解。这全简单来讲，以烦恼以智慧，不离当前一念，烦恼甲智慧，无离开咱的念头，无离开咱的念头。咱若心念若烦恼，你痛苦就来；心念若看会开，你菩提心就走出来。